甲孙良万恶罪魁，连发数起的追魂枪，已经被了乌比上甲所闪避过。现在只剩最后一支的追魂枪，你要向乌甲的攻击。乌比上甲应对金甲孙良各点绝学，使就与金甲孙良交界不敌。金甲孙良如火中之样喘不过气咯。这个时阵，乌比上甲传金钉得要激发了。准准射中金甲孙良的命门，继续进攻。为咱，我的生命已接近黄泉了。唯一特别拜托你，我若倒地之后，千万唔通将我这套的金甲甲头盔给我解开。拜托恁两人将我的尸体给我火化。哈哈哈哈！这就是我罪有应得，这是我的报应啊！乌劫，别劫！我第二句话要来交代你。高知国有一个孤儿，就做南门角，希望各位你甲我听惜、看顾、教育。我金甲孙良死的名望啊！冤生无冤死，金甲孙良，你应该受一款的报应，你别使来怨叹。哈哈哈哈！我无怨叹，我无怨叹呐！我这个先生无，这做生意单这摊我算起来上大摊吼，这档我摊的没奖呢。啥物？哎，你实在我头壳歹呢。乌金甲孙良这个人啊。算讲，敢若靠因师傅因师傅是靖海江之主，靖海江之主叫这先公甲伊包围啊，迄个人阮好胜所以即嘛无人甲伊伤死对。我先生无算是一个慈善家我来甲伤死埋葬伤死埋亡了后，先生，这套的金甲头花，我会使甲摕来卖，对去，明哩，金甲甲伊的头花拢袂使甲伊解开。就安尼甲伊火化，要甲伊火化？是。好啦，无阮就甲换来火化。小等你，阮两人在现场观看你全心魔火化着金甲孙良无？你要到边看呢？是啊。哪听？之前，白光明、阎王赛、昆仑关人、仙草王五代仙阁，大成我有令困天下教之手，万年左脱壳之魔。万年座不能接受5种绝技，你专心用飞鹤冲天脱逃了。捉到迄话唔能叫造谣，这若叫造谣，后患无穷啦！赶紧来追啊追啊！不要对我心急啊！我是靖海江之主，脱壳人魔万年座啊！你就是我的徒弟金甲孙良的金兰兄弟，赶紧控制众人对出我，
啥？哼，兄弟啊，我今日摆开阵图，我来控制着伊中原军舰。嘿，过来！你先来甲动路，动路都是有代志。到这为止，唔但我会对了，得好的伤人。难道你唔知影讲对方迄什么人物啊？迄个就是拓角人吴万年祖。你都知，迄是万恶的罪首呢，迄是土匪头呢，迄是叛乱罪犯之首呢，迄是邪教之主呢。这个人啊，罪恶顶顶塔塔，你若保护伊啊，一切当做你知唔知？哼！我是金甲宣良的换贴的。哇是啊，这个原来是共款歹人就对了。无你什么大名你？包家宝之主，我叫做包王，我包生，我包好势。小兄啊，大兄，你甲听几句？一个讲包生，一个包王啊，搁一个包好势啊，尼都拢稳好势啊。点起！你这老头你讲啥？包生？哦，都是先生的生，我知。包王都是兴亡你的好意。退兵迄是亡啦，包好势就是讲包好迄是好，良好的好迄是好势，表示讲伊体格真好，听有无？我来真讲包生包亡，我包好势。我来了！五代仙家拢总唔免恁动手，那将的我一个人都过头过七路啊！你赶紧追赶这个万恶的罪首吧！好，你负责，好你负责。阮家是要来去追捉这个万年祖啊！过时。你这个身家暴板，你一个人要用我三下你敢有法度？无法度，有法度，这都爱试才会知。也若甲咱用嘴讲的是无卡抓啦。安尼，无讲也罢，也过来试一个看卖哩。君主打倒也好，三个人拢总我来也是相款啦。这阵你若拼会过，你才有可能帮助这老仙甲去掠靖海宫之主，甲我来呀！弄我来，无问题啦！一个对三，哎呦！我朝两更尾你要去咯，你大家都爱目睭表金啊！圣寿无疆圣寿，我当身体骨刚恢复，参见老前辈拓角人王万年祖。拓角人王万年祖今仔日已经负伤啦，我走来到这第二关了，希望白虎领之手来应付着这5名仙角。我倒转来靖海宫，经过3日后，我会功力复足，才来收持这班敌手。请。老师祖已经离开了，众人严守白虎岭，后等敌人到位来临啦，保定厉害。真的，我又搁互挡掉了。恁这人爱好好听我讲呢，唔通助纣为虐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当迄歹人呢？你啥物？迄个就是我的师祖。迄恁师祖啊！你就是去学这个歹人直咧甲你指使，所以才会犯了这个错误。我你讲，即马你过来回头还佫未完呢那自省还佫来解决还佫未完假使你若是执迷不悟，后果是不堪设想了。啥物来动手！做咱呢，莫甲阮这仙角动手。恁这下辈人我若无够看若做仙角来甲下辈打斗，人会笑，就讲我先辈无修养，对唔？看真后壁想。迄个敢是爱奴冷心心对啊？老前辈，你赶紧对嘛，这个让我来应付就可足了。完好，有听无？迄查某囡仔要应付啦。拍你电脑较大兄弟对呀。哎呀，掠爱奴起来做阿媳夫人了。来个做吧。
生待我的爱哦，啦，我元气写几情啊啦，我唔敢啦。啊，姑娘啊，你顺行，姑娘啊，顺行，嘿，嘿，来啊！大家拢赶紧归顺哈。走过了千里沙漠，多情的爱奴呀爱奴，会追求理想的前途。情海，情海，情海，为何会起风波？幸福是路，有时甘甜，有时苦。林司令，外面有5个人讲着要通过咱这个真剑门，5个人要通过真剑门吗？哼，无别人啦，伊就是麦孔明，闻名之神顶顶，还他真剑。预备，来。我就是自我介绍，我做神操王。这个麦孔明，这个就是猿人啦哈。后壁迄个送你站，大概你我那捌听伊个名，闻名之神大仙师啊。迄个无血色的，迄个是武林中最神秘人物啦。迄个叫做阎王赛盖棺定论，隆重捌哩。若捌介好。神操王，你生理人为安怎参加这款工作？你是在讲讲呢？迄国家兴亡譬如有责，所以我就是爱讲大家维护这个国法啦，消除暴力。要消除暴力呢，一定爱将迄个暴力分子亲像我定海公之主啦，金甲旋龙啦，这种爱甲消除单调，你听我听无？点去！我这个真剑门，你会当通过吗？你捌听过名无？捌你啦，你敢是出剑如闪电，画人难多见。你学做鬼剑球定腿，哈！你捌听过我的名？如果你捌听过我的名，来，君子的打斗，你我2人来解决。另5个人，功夫若是赢我，无条件互你过；功夫若输我，做我的徒弟。你是怎样？明明伫关老爷面头前一个武大尊呢？你看你们吵吵就对了。你们是贪桥呢？你要看好呢，好家人啊！我要给你点钱哦。唔是，我功夫是真真的，迄功夫好的拢无爱点就对啦。一句话讲互你听啦，就是讲千水怒吼，深水静流，对。迄个点点13公半呢？我若点落到哩三平地理一绝武功呢，卖怎？来，比我卖。讲大该比咯。好啦。大师比的，你若是失败你宝刀宝剑拢爱交给王大人。当然咯。小等下，各位前辈，赶紧去对出这个妖刀吧，这互我负责。我夹你，阿爸我你。拜好，领教。拜好，领教啊！卡你所在哩，把手表叫。无情梦大劫，无情流浪汉，望天空流星，闪亮在云间，浪漫生活美丽，感情无遗憾。刀光剑影就随幸福谈判，朋友做一个男子中的男子汉。
拜下风，甘拜下风。既然甲屈服在我之下，希望你改头换面，起社归正，做一个男子中的男子汉。男子中的男子汉是安怎？男子中的男子汉都要守法，维护国法的尊严，同时将着所有者兵器拢交出。安尼就是真真正正男子中的男子汉啦。好咯好咯好咯。叔叔，是，多谢乌杰，你是阿伯王啊，唔是，你是乌英，拢总会用你。背后是啥物人？我啦。哦，爱奴吗？是啊，咱这所在等你真久咯，赶紧来，有事要甲你商量。安尼好，我去找爱奴了，你一定都要归顺，知吼？我知，顺行，大啊，顺行，抢。哦，人迄新啊呢，线呢散步，啊，你这推过，对。改社规正啦，千心魔我袂死你放心。咯，啊，都拄着乌剑哦，啊，都忍剑唔害啦，所以伊就是男子中的男子汉。伊伫咧讲啊，讲迄刀点要使人死上简单啦，啊，刀若要使人活上困难，迄就是真真正正的功夫啦。哦，啊，你若要改社规正，算我生理较歹淡薄啊，无要紧。青海强李宣顺已经伫这个计匆匆来迫害。现在托甲任务万连组，将着这透天神木，用飞鼠之功来飞入青海江。好呀！哇！安尼叫飞入来呢？叫飞入来！咱赶紧将这个透天神木安尼甲飞入来。稍等咧，在此静养5天，养精蓄锐，等候精气神饱满，才进攻青海江未迟呀。有命之前讲得嘛是有理咧哈。哇，迄个无血色的忍耐袂掉啊！万年组的开始。真夭寿你嘛，一摆静海江才用力开口神功啊！啊，点这烦恼发大，对，5天后才发啦，啊，就发较大声有听无？啊，我的性命都是拢你雷公你甲我医好的啦。假使本相乃当做交子之王啊，我哪甲你选入江内做国医啊？哦，你病若好，也都想得要做王啊心，哼！你是在空思妄想呢？玉水，怎样？你若将本相轻触，你这个是朝廷的叛贼，生本来掠你。我都知咧，我知影讲雷公哦足艰险的，哼！你也要医人啊，要来掠人，什么意思嘛？救人的性命，也维护国法，安尼两全其美嘛，什么意思？哼！你自信难保啊，我想得要维护国法，你看我的阵势，为我来！你对我这个无功夫的人用款手段，未免太过分啦，免讲啦，互你就对了。哎呀，恁这人嘛真无意思，你都知影讲阮这吼是软脚虾。哼，你煞唔知影讲我个后心招的，我专门伫咧推软的。好安尼哦，恁这专门拢是软头深骨的人哦。就是啊。赶紧走。哦，好佳哉！玉水，你到底是用什么物件会当解脱呢？这就是迷魂药啊！迷魂药？哼，无使讲你做先生做遐尼久，煞唔知影讲麻醉剂。哈？你哪能用这个药？这就是为着公司嘛。公司？是啊，你掠这个叛贼，所以急不急无用这，咱都无可能成功啊。玉水，你的头脑真敏捷啦。是啦，我是一个好内做嘛，假使若是娶我的人吼，一定会真成功。好啊，我无咧讲到迄个娶某的代志，赶紧将这个奸相也咧交钦差大人，好理正国法。行吧。三通过乡啊！人心思体，官法之路，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斩！边境这来人已经将干香木口斩了，赶紧将尸体埋葬，遵命。人来呀！后等军甲也写到之主的节报。靖海疆最后之战。凡神毁寇写到辽梁，将伊被忠臣甲义业所替。全国的国民奋发图强，共同一致维护国法，消除暴力。今天才能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咯。寒冬过了有春风，唔通来风动。做人更加爱坚强，自然无创伤。跳出着咱的笑容，坚定意志向前冲。唔通予运命来安排，期待早日的成功。各位观众，《王子多良记》全篇结局，下一次的布袋戏播出就是6月13日开始。黄俊雄布袋戏团全体演员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6月13日再会。人生运命多风霜，啥人无破浪？只有更加爱坚强，唔通来悲伤。跳出着咱的笑容，坚定意志向前冲。唔通予运命来安排，期待早日的成功。6月13日再会，6月13日再会。